主后2024年4月初7，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内省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上卷19章19节到21节。以利亚就离开遐，后来找到沙法的囝以利沙。以利沙拄在犁田，伫伊下头前有12对牛，伊家己赶第12对。以利亚经过遐，将家己的外衫铺伫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就将遐个牛放底，走去入以利亚，对伊讲：“请互我大婶甲我的爸母相时，后来就来缀你。”以利亚甲伊讲：“你通倒去，着会记得我有对你做甚物。”以利沙就对遐倒去，杀一对牛，用套牛的器躯做茶煮肉，互众人食。后来以利沙就起来对以利亚服侍伊。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兄弟平安。虽然先知伫以色列的族长时代就有，亲像亚伯拉罕，上帝称伊做一位先知，创世纪20章第7节。亚伯拉罕也是圣经中头一个有记载的先知。摩西的阿姊米利安也是一个先知。毋过，先知诚做比较重要的一个身份角色，是对撒母耳开始。撒母耳也创办先知学校，培训专业先知。了后，先知也慢慢哪来哪重要。尤其所罗门王死了后，国家分裂做南北国，到国家三界灭亡受掠回归的期间，通讲是旧约时代先知上界活跳的时期。旧约圣经大半是先知书，有分大先知书甲小先知书，就是遮个先知的作品。毋过，咱若看旧约的圣经，咱会发现，毋是只有上主耶和华宗教才有先知，伫中东的异教内面也有先知。若是上主的先知，也有分做是真先知甲假先知，也有安怎检验真先知甲假先知简单的方法。圣经的原则是爱查验，到伫新约时代，犹原还阁有先知。圣经甲咱讲，毋通看轻先知，也毋通过度高估先知，因为先知甲咱共款，拢是上帝的册用。当咱伫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今仔日进度要讲到列王记上卷19章到20章。话讲上主的先知以利亚伫加密山刣死，别咧宗教850名的先知。惹怒亚王的某耶洗别，借重纸要甲以利亚刣死。以利亚因为惊，就走路去秘伫何烈山，也就是上主的圣山西奈山。伫遐，上主甲伊见面，佮呼召伊激励伊爱去抹3个人，其中一个是以利沙，后来成做以利亚的先知伊抹传人。也伫迄个期间，叙利亚王便哈达甲以色列王亚王发生战争。但迄时亚哈要主动投降，毋过便哈达得寸进尺，软土深骨，直到亚哈拒绝就甲伊开战。结果亚哈依照败绩拍赢。过两年，便哈达佮率兵来犯，亚哈也是
搁一摆来拍赢。总是阿合点风神爱做阿哥，煞互先知责备，爱伊用命赔命，受毁灭。咱大先来看经文故事的分段，第一段是19章第19、第8节，遮咧讲先知以利亚逃命。先知以利亚伫迦密山甲巴力宗教的先知斗发大胜利，搁拄灭巴力宗教的大多数先知，应该这诚侪上主信仰的大英雄，受敬仰接着。毋过，以色列王亚哈并无因为安尼就悔改，反倒转伫王后耶洗别的煽动下面发布击杀令，要取伊的命。以利亚就着惊，赶紧逃命，而且对北国走到南国，搁走到上南边的别是巴。伊甲上主埋怨，要求死。若是上帝互伊有通食、有通啉，搁困会去，有精神，做一困，行40暝日，去到上主的圣山何烈山瓦群埃及的所在。第二小段是19章第9节到18节，先知以利亚伫何烈山。上主两遍对以利亚讲：“你伫遮咧创啥物？”以利亚应上帝讲：“我为上帝大发热心，毋过信上帝先知只有剩我一个，而且搁要爱我的命害我。若是上帝甲伊讲，伫以色列地还搁有留7000人是上主忠实的信徒，上帝爱先知以利亚去执行3项任务。我3个人改变迄个世代：第一，我合适做叙利亚王；第二，我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我以利沙煞接以利亚做先知。第三段是19章19节到21节。以利沙受选召做先知。以利沙是农家子弟，厝内有12对牛在犁田，伊也参与伫犁田做事，厝内家境算起来是袂歹。以利亚将家己的外衫抛伫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失别爸母以后，就跟对以利亚服侍伊，做伊的学生。第四段是20章第1节到22节，以利亚甲叙利亚人第一遍交战。叙利亚王便哈达甲伊的属下32个王的联军，做伙围攻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元气生以色列王亚哈答应要投降，毋过便哈达毋是爱伊投降立功拿定，是爱甲伊抄家献城。因为安尼，亚哈有长老甲人民做伊的靠山支持，就拒绝无爱投降，双方开战。其中有一个先知鼓舞亚哈，主动带兵出战，用7232名的军兵打败数万名的叙利亚人。了后，迄位先知阁提醒亚哈爱加强军力，以避明年还阁会甲叙利亚人有一场的大战。第五小段是20章23节到34节，叙利亚人阁一遍来侵犯以色列人。过当年春天，便哈达阁再领兵来犯以色列。因掠做第一遍失利，是因为以色列人因拜的上主是山神，所以甲战场改伫平阳，因想讲安尼就会当稳赢。因发动127000个军兵，若是以色列人甲因比起来，敢若亲像两小队的山羊仔。总是上主讲，因为叙利亚人讲上主是山神，毋是平阳的神。所以，上主要甲即
一大阵的叙利亚人交予亚哈王。后来，叙利亚人竟然也惨败求饶，亚哈甲便哈达签订和平条约，就放伊转去。这段是20章39到43节。先知责备亚哈，有一个先知的学生假做伤兵来找亚哈王，甲伊讲伊冲好规山，日后会以命换命，若家己会死，人民也平平受灾殃。亚哈王伫拍败圣战，佮听到先知甲伊泼冷水，就真郁卒，大大无欢喜，倒转去伊的王宫。列王纪上卷19章到20章对咱的教示，头一项咧讲到咱爱靠主定心得力，靠主定心得力。先知以利亚是公认先知中的先知，是正先知的总代表。当主耶稣伫山上变貌的时，相时阵出现的人物，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是以利亚。主耶稣也捌称施洗者约翰是为着伊开路的以利亚，可见以利亚伊的重要性不比一般。总是列王纪上卷19章记载，这位伟大的先知也有人性的野心甲软弱。面对亚哈的某耶洗别对伊的击杀令，一手就亲像风拄破去的鸡龟仔，嘣一下就破去，逃命紧走到南国犹大的别是巴去避起来，搁甲上帝晒太，伫遐张讲伊死得较好。这是典型的忧郁症。毋过，伊也会晓找求上帝，伊也倚靠主，定心得力，得到激励，定心振作，定心得力。上帝予伊有新的意向、新的使命，也予伊知伊并无孤单。除了上帝以外，至少也有7000人是上帝忠实的信徒。相反，这也咧提醒咱，伫咱咧服侍中间，咱若是靠家己底热心，咱也有灰心失志、郁卒的时，咱也是爱有暂时的好好休困，认真找求上帝，领受新的意向、新的使命，才会当定心，得到新的气力，继续跑走上帝引带头前的道路。第二，培训新世代的接班人。圣经中，咱看到摩西交棒予约书亚，保罗培养提摩太，也是主耶稣呼召12使徒，拢是真水的传承故事。当然，先知以利亚甲以利沙是师徒，也是朋友同工，搁较情同父子的关系，这诚做千古的美谈。毋知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的人生，有甚物人是影响着你上界深的先生、老师，是你的以利亚？搁甚物人是受你栽培影响上界深、上界济的人？伊诚做你的以利沙。要做好一个老师，会当培训出优秀好的学生门徒，讲起来并无容易。正如今仔日做这个传统产业的老师傅，因感叹空有一身的好手艺，毋过就是找无少年人愿意学、愿意学习，佮传承落去。教会的事工有时阵也是安尼，无论是牧者、长职同工，其实也拢需要有好的培训、栽培，才通成做新时代理想的接班人。期待有人愿意学习以利沙
勇敢坚决，军队以亚日后得到上倍的恩膏、上倍的气力，为主使用来做工。第三，领受新的意向，达成新的目标。每一年的年底也是新年的开始，无论个人、家庭，也是职场，总会做年度的回顾甲前瞻、检讨甲计划。希望伫新的一年会当有甚物新的理想，然后一步一步甲即个愿望甲目标来达成。像我嘛有下愿继续录制每日圣安宫的台语版影片，甲下半年开始整理西教会史料，希望2年后会当出版咱的纪念特刊。有即款的意向，自然就要设定目标，排除一切的阻碍，一步一步去达成。上帝互以利亚一个意向，3个目标。咱伫列王纪上悬20章看北以色列国的亚哈王甲叙利亚王便哈达2年2遍的战争，增加你死我活，斗争真闹热，毋过嘛真奇怪。毋过伫上帝的眼中，因也拢只不过是历史的过客。亚哈王去互耶和取代去，便哈达后来去互哈斯篡位。若是以利亚会当收到以利沙做伊传位的门徒，愿咱自行看耶稣，追求上帝对咱的呼召，互咱有意向、有使命、有目标，有主甲咱同在，靠主定心得力，也做亲像以利亚是好的先生，也找到亲像以利沙好的学生来完成世代交替。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继续伫即个读圣经、听讲道的单元。阮伫今仔日伫列王纪上卷19章到20章有读到以利亚的故事，以及看到以色列甲叙利亚两国的遮个战争的代志，也互阮知影，伫即个人类历史变动的中间，上帝你永远是历史的主宰，也是人类的掌权者。求主你也互阮有即种的看见甲学习，互阮无论是做亲像以利亚，也诚做是一个好的上帝你的器躯，来受主你采用，也会当超找亲像是以利沙诚侪好的继承者来伫上帝你的事工顶面来继续跑走发挥。求主你也互阮看见，虽然伫历史的中间是会变动的，毋过上帝你是永远不变的上帝。阮安尼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